4格開始嘅第5條線，上，跟住到細到呢度連埋一齊就係。叫維持一段啦，跟住第2段就難啲嘅速彈啲咯。慢慢彈就係咁啦。跟住去到篤弦嗰度咯，呢度就去到第16格，篤咗依下第10格。3次，跟住嚟多次呢個，跟住就推弦 C sharp 弦，咁樣連貫啫。